麦克风。因有一天外的时间做伙分享上帝你的听今仔日倒来伫教会，我们伫你的面前来献做活祭，来释放唱出阮心内祈祷的诗歌，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做工，互今仔日释放的无论是敬拜赞美的青年生活对妇女的献诗，以及诗会讲道者司琴，愿天父上帝你互参与伫今仔日礼拜的人，毋是干那来坐伫遮，因嘛会当用大道，用因的心神呼求上帝圣神运行伫阮的会中，愿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伫你的手，感谢你也护持了保院的阮的弟兄姐妹，因会当安排时间来参与阮教会礼拜，参与阮共同的教会。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是你的听所连接的教会。阮安尼恳求祈祷，我叫所有圣名，阿门。平安，平安。即摆互咱做伙来敬拜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篇73篇25章到26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我的肉体，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
的肉体，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让我坦然无惧的，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神灵如雨降临。每一天，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神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感谢主，感谢上帝，让我们来到主堂教会，让我们有这个福气，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唱这首诗歌，一起赞美你。亲爱的天父，我们爱你。让我们再来唱一次，每一天我需要你。每一天，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神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你的话有如甘霖，帮助在困难中的我们。希望我们渴望帮助时都能得着帮助，让我们与您同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劳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将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凡劳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今麦互咱准备先来礼拜。
请奏乐。我的心肠啊，恁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屎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伫行行顺顺。我的心神啊，恁着学了耶和华。咱做伙来学了上帝，来吟圣诗72首，学了全能的主上帝，请咱起立念全首。
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那这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咱来看启应文24篇，启应文24篇。所行完全遵谈耶和华的律法的，七号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七号人有福气，少年人就用什么来清气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照你的话，互我勇行。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你的话将我救我，我伫患难中得到这个帮助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了。我爱惜你的律法，甲怎样啊？我同日静静想，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个开阔开拆，就发出光。互误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阿妹，接续咱倒来吟圣诗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咱坐地吟全首。我
请咱做伙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主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永远的相伴。除你以外，阮无别的倚靠；除你以外，阮无别的拯救。恳求主，带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亲爱的主，阮倒一遍特别为着花莲地动来祈祷，恳求主怜悯保守看顾，即个地动有死亡、受伤以及厝有损失的百姓，通过主稳定的手，透过教会甲社会大众的帮赞守护，会当紧紧行过一段艰难的日子，经历主你长阔关心的疼。也帮咱救灾人员有够的体力，以及出入拢安全平安。主啊，每一届意外事件发生，求主圣神帮咱阮，得深抓着主，无放离，因为阮深深相信，主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开力，更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求，阿门。上帝的恩，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的恩。
而乐，咱请妇女团契。请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咱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主耶和华赏赐我受教示的日子，互我知怎样用言语辅助野善的人。主逐早起叫醒我的耳孔，互我会听，亲像受教示的人一样。接下咱再来看新约圣经歌罗西书第1章28节。阮传伊用逐项的智慧考劝逐人，教示逐人，要显逐人踮伫基督来完全。讲道，互我的主名听去我的话语，请真牧师。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进入你的圣殿，阮当心来敬拜。阮是属伫你的囝儿查某囝，
伫爸的厝，我们要用和谐的心，用听，伫你的圣殿来吟诗来敬拜。感谢你通过今仔日圣妇女所吟的这条诗歌，这是一条真有意义的诗。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互阮的教会每一个人听了拢有感动。阮甲主讲，主啊，我伫遮，请找牵我。主啊，恳求主，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搁一摆对阮讲话，因为你的话是活命，是真理，是道路。恳求天父上帝用你家己的话，互阮每一个人有真理的智慧，有一条新搁活义的道路。也恳求你伫这条道路顶悬赏赐阮。充充足足，活跳跳，对天地来所享受的困难，主啊，伫你的面前静静听，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讲，伫每一个早起，求主赏赐我谦卑的耳孔，有能力通听到上帝你的话的耳孔，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得到造就。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多谢姊妹的献诗。恁今日所吟这首诗歌，其实是一个真重要教会使命。一个足出名的神学家，伊叫做 David Bush， 就是一个荷兰，不是荷兰，南非洲的神学家。伊是全世界足出名的讲道，毋是讲道学，宣教神学的神学家。伊伫伊的一生的著作的中间，有一本足水的册，是全世界神学院拢咧用的，叫做更新变化的宣教。伊伫咧中间讲到教会做宣教的时，有几种的方法。伊伫最后一个方法，伊讲起将希望带给绝望的人。恁今仔所吟的诗歌就是安尼，所以有失去信心、失去盼望的所在，愿你的话，互绝望的人因为你的话来得到盼望。主找见人讲造就人的话，今仔牧师要用4句话来送互咱大家，因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要因为上帝的话来受祝福。这是今仔日的金句2句话。搁另外一句话就是为着家己会通有上帝话的造就来祈祷，就是亲像今仔日的这个以赛亚。以赛亚为着伊会通受教示，伊甲主祷讲。主啊，求你，互我有受教示的人的喙齿。什么意思呢？受教示的人，受教示的人，敢毋是应该爱有耳孔吗？啥那以赛亚讲，将迄个受教示的人的喙齿放伫我的喙内。受教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文读啦。我有一个做学生的心，我有一个愿意听的心。我要教示别人之前，我应该爱先受教示。你捌听过？一句话讲，要领导别人之前，要先学习被领导。以赛亚伊所讲的讲，主啊，你求你将这个受教示的旨，就是一个愿意听文读。主，你将你的教示清清楚楚甲我讲了后，我才有法度知啦，将你的话来分享给别人。愿今仔日这段圣经的话会当带互咱帮助，特别是咱的祈祷。咱知影怎样为着咱的生命来祈祷，饭会使黑白食，但是话唔好黑白讲。牧师甲恁讲足一摆，今仔圣经讲主啊，求你赏赐我一个紧紧听、愿意听的耳孔，然后互我讲造就人的话。兄弟姊妹，原咱的教会是一间真正，无论伫心中的情境的中间，拢是互上帝的话，做咱中间互相劝勉、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甚至是互相约束的话，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主到底咱爱咱做甚物？咱的教会是一间上少伫这几年来，咱的教会这30年来，是一个不断咧追求头前的目标。所以这30年来，咱的教会无停止找头前的目标，嘛无停止咱的改变的策略甲方式。所以，咱的教会这30年来，毋是停咧，毋是养尊处优，是慢慢咧改变。恁捌一个人，伊叫做钟马可牧师，恁会记无？马约翰牧师，伊讲好像伊甲我咧讲话是拢直接叫名的啦，
因为伊的朋友甲伊介绍互我的时，伊的朋友就是我的同学，伫瑞士的同学叫做巴比怀白牧师。白牧师专工为着阮两个人的熟悉，对美国坐飞机来台湾。伊甲我讲，浩生，这是我的朋友 John。伊甲 John 讲，马约翰牧师讲 ，John， 这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浩生。阮是真亲的。伊讲，浩生啊，逐摆我去恁中华中会伫士林区恁的教会，我发现恁的教会逐摆拢无共款。感谢主的帮助，互咱的教会毋是一间停止的教会。这几年教会也未拄着疫情进前，上帝就教咱的教会祈祷。对头一日我来到咱中间，我毋捌停止为着主日的礼拜做即个祈祷，讲主啊，你的路卜伫今仔日的礼拜日，应该爱读对一句的圣经。今仔日的礼拜日，我会通邀请我兄弟姊妹读对一句的话。我坦白甲你讲，30几年牧师毋捌停止即个祈祷，所以也是因为即个祈祷，上帝互咱的教会有真侪无共款的阶段的主张计划。我嘛要甲咱讲，其实牧师无即种的能力甲智慧，通做整个长程的即种的规划。但是咱的上帝是一个带路的上帝，这30几年来每一个阶段的改变，拢是上帝家己讲话。我要甲咱分享一个故事，就亲像今仔咱所唱的这条第2条的圣诗讲，我真爱讲这个故事，是神给我的故事。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有生命的故事，有无？你爱你的生命的故事是讲得出的故事吗？还是你爱你的生命是一个艰苦甲你连想要讲都无爱讲的故事？我真爱讲这个故事，这就是我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咧讲起。我的主耶稣，伊的听，伊的作为，伊的言语。我的主耶稣是这个故事唯一的重点。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常常伫主的面前，伊将新的故事显示予咱。但是，伫迄个故事的中间，有上帝的同在，有圣神，有主耶稣基督，甲咱三甲伫地。伫疫情还未开始进前，咱的教会。上帝特别的赏赐，就是唤起咱注意讲，恁通起一间副堂来帮助这间教会的礼拜。2018年，咱的教会拄起好的时，咱的教会就开始做一个真要紧的工作。因为伫迄段时间，我未解明白讲后来到底会有甚物种的改变。2018年，上帝我有一句话讲，去推动台语的云端事工。我阁讲一摆，伊讲去推动台语的云端事工，因为华语早就已经有好消息频道，华语、国语的这个作品，伫全世界各所在拢有这种华语好的讲道、好的查经，有真侪好的这种的宗教性基督教的节目，但是台湾话台语的福音的事工。伫云端顶悬较少，上帝甲我讲去做台语云端的福音事工。其实迄个时阵我并无了解讲要安怎做，还是到底要做甚物。但是上帝因为互咱有一个副堂，咱的教会嘛用100万左右的经费来设备这个音响，甚至这个所有的这个设备，所以咱的教会真紧，因为咱出国有一寡兄弟姊妹，伊拢会甲牧师讨讲，牧师你敢会当将旧年，就是讲若新的年到，伊拢会甲我讨讲，牧师你敢会当将旧年的讲道的录音，寄一块光碟片互我吗？因为因出国伫北部真困难，甲咱做伙做礼拜，其中上爱讨的就是张丽清姐妹。搁另外一个就是燕辉兄，伊一块光碟片的讲道，听到伊最后要离开世间，伊若更改去住院，伊拢甲伊的查某囝交代讲，甲光碟片摕来，我伫病院的中间，我会当安静来听。2018年进前，咱的教会音响的设备已经老旧，有困难，连做录音都有困难。
所以咱的教会将近大有1、2年的时间，无再调寄即种讲道的录音给兄弟姊妹。但是伫2018年，上帝会感动咱的教会对2018年的8月，因为咱的副堂起好，设备好势了，咱开始就有真完整，嘛真容易，无论是录影，无论是录音。对于那时阵开始，咱的教会因为有这个设备。所以咱真容易就伫 YouTube 顶悬，就会当甲咱的出外兄弟姊妹来分享。所以受用者，伊去探访詹丹兄的时，詹丹兄伊人清醒，倒伫床袂当叮当，嘛袂当讲话。受用者就摕伊的手机打开 YouTube， 然后将这个 YouTube 咱教会做礼拜的讲道。逐点开了后，放伫詹丹兄的耳孔。当迄届伊去探访伊了，就伊甲我讲牧师，今仔日我看詹达的时，我用你的讲道互伊听，伊听到牧师你的声，伊的目眶目屎流出来。詹丹兄好亲像咧甲我讲牧师，我有听到你的声。所听的姊妹。云端的事工是一个上帝所交托咱教会所做。你若有注意伫咱的教会台语讲道迄个收集的专辑的迄个内底，第一句话牧师所写的，就是阿摩斯的话。伊讲今仔日人枵喙焦，毋是因为无饼通食，无水通啉。今仔日人的枵饿，是因为听袂到上帝的话。因为人欠缺上帝的话，所以人心内枵饿。我真欢喜，即届上帝甲咱安排，互咱的妇女团契会当烧招，出外1工外的时间，伫迄个所在做伙生活、聊天、分享。我看到恁的相片，我感谢上帝，因为倒来了，陈牧师甲我分享讲，伫咱的分享的过程顶悬，有几个人咧讲起。伊感觉伊对圣经无真深的认捌，牧师要甲恁讲，趁候咱要去见上帝之前，你若感觉你对圣经无够个认捌，你着爱认真读圣经。所以兄弟姊妹，毋是为着到时你要入去，上帝甲恁问讲，你敢会记得约翰福音15章第1节是啥？你敢会记得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是啥？你敢会记得约翰福音马太福音28章上尾节是啥？牧师袂甲咱，上帝袂甲咱考试了，才问你讲你会使入来袂？因为上帝的话是今仔日的重要，是伫今仔日。因为上帝的话对咱的生活，今仔日是上重要，毋是将来上天堂上重要。敢会当鼓励恁找着恁的好朋友？因为一个人单独灵修读圣经，真常常会虎头蛇尾。恁敢会当交一个上好的朋友，就是2个小小做伙读圣经。同一个进度，2个人做伙，打开你的来，你读互伊听，伊读互你听，两牧师安尼变来读。你读第1节，伊读第2节，你读第3节，伊读第4节。做伙约一个时间固定，有一个同伴，你就知影讲，这个时间我若无甲伊做伙，我就是安那，我就是私约，我就是甲人的约束无固定。目的是为着咱要做伙伫上帝的听的内底做伙成长。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今仔这个时代有真侪人较无上帝的话。我家己本身就是一个有这种的感觉的人。我是一个讲道者，但是我真少有机会听到会通扬起我巴掌，互我感觉听了后感觉讲，规个内底非常的火热。我真爱听好的讲道，所以感谢上帝，互牧师有一点点的能力。会通伫网络的顶悬听英语的讲道，所以伫个中间，我开始对一寡有影响咱的牧者，美国的英语的讲道者，我去搜寻讲伫即个网络顶悬，敢有迄个世界排行榜伫2020年的排行榜前10名的最有影响力的讲道者，这真正有这种的排行榜呢。伫英语的世界，伫美国有一种全。美国的中间伫20世纪内底上有影响咱的100个讲道者，是讲伫这个2000年的这年中间有甚物人是一个最有影响咱的讲道者？
有的我捌，有的我毋捌。我若有时间，我就静静听因的讲道。我有一个感触，这个牧师拢是一个真真正正咧讲解圣经的人。伊甲圣经讲甲足简单，叫做深入浅出。将圣经稳重，有当时人读无，毋是因为真深，是因为有一寡基督徒是新的无道友，伊对上帝的认捌是开始，所以需要有人引带，用一个伊听有的话来讲互伊听。这个牧师感动我，我嘛决定讲，我要请做一个会当帮助恁，会当担着知影上帝的话，原来是遐尼宝贝。所以你即摆咱的教会云端事工就因为安尼开始，咱做云端的祷告会，咱做云端的查经班，咱嘛伫教会内底有做即个录影甲直播。所听的弟姊妹，今仔日个礼拜最要紧的祈祷就是，主啊，求你通过阮教会即个礼拜，阮无加做啥物，阮就是出席做礼拜。恁来参加最重要的任务，毋是来听讲道。恁来参加最重要的礼拜，就是为着这个礼拜会通祝福别人。你为着坐伫你的边的人祈祷，为着讲道的牧师祈祷。你求上帝，互这个礼拜的会场是充满上帝家己的圣神，伫这个中间咧对咱讲话。阮天父上帝帮助咱，毋是干那来遮。坐咧拄久，当然你若是真正坐咧拄久，牧师嘛袂甲你吵，嘛袂甲你叫起来，嘛袂甲你讲，请你起来祈祷。袂，咱的教会是一个真欢喜，做伙伫这个所在来享受上帝临在。所以今仔日牧师要邀请恁为着教会，一个真要紧，就是为着教会这个云端事工祷告。求天父上帝，咱的教会虽然米伫台湾庄卡，伫全世界遐尼大。讲台湾话的人是遐尼少，但是做这个遮尼少人咧用的语言，这种刚刚的白白无价值，没有回收的成本。所以你即摆毋是，哪有一个人因为一句上帝的话，伊得到黑暗中有帮助，安尼就够样。因为上帝所看的价值观念，毋是真侪人得到。伊才感觉是一个成功。上帝讲啦，因为我的缘故，你互一个至微细的人一喙水啉，安尼就够样。所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明白，特别是愿中集当中，我感谢你一路的陪伴。愿天父上帝互咱坚持咱的教会的存在，是为着祝福别人，毋是干那为着。咱家己来得到祝福。愿天父上帝互伊的教会的存在，是为着要用上帝的话来引带人。最近我看到论坛报伫秀兰州迄个礼拜迄版，伊伫遐介绍着即个牧师。对即个少年的牧师，我感觉讲，上帝你是一个真奇妙的上帝。你毋是干那感动你的卑微的萝卜伫地堂，有感觉讲需要做云端的事工。上帝，你伫逐所在，你拢感动真多，用无共款的方法来将上帝的话命真理分享给别人。一个叫做盖文牧师，伊是一个牧师的家族啦。伊阿公也牧师，伊爸爸也牧师，伊的哥哥也牧师，伊也牧师。伊伫牧会过程中关。伫即个武汉肺炎 COVID-19 的即个阶段，伊了解到美国的教会拄着足大的困难，因为根据统计，伫即个疫情的过程中，全美国上少失去4000万的基督徒，教会做礼拜的人数的统计，雄减4000万人。所以，即个少年的牧师，伊做一个祈祷。伊讲：我无搁再选择停留着即间教会，伊甲教会提出伊的事实，伊开始伫网络顶悬做自由的传道。伊伫个所在甲上帝讨一个祈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人袂当入来，我行出去。
伫网络的顶端，主求你通过你的罗卜所讲的话，会当分享真理活命的话。所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你毋是干那听到牧师咧讲起咱教会做云端的事工，因为牧师今仔日为着恁所读的这两段话，以赛亚对恁的责任甲使命有一项启示的邀请。以赛亚书54章，伊安尼讲，伊讲主耶和华赏赐我教世人的旨，意思就是上帝将教世人的责任放伫我的喙齿。我出去要讲啥物？要讲起上帝伫即个时代先知性、劝勉性，互人悔改出黑暗入光明即种的信息。上帝将教世人的喙齿放伫我的喙，互我知影。怎样用言语来辅助帮助扶持两者的人？所以，姊妹，讲道毋是牧师的唯一的责任。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爱常常讲造就人的话，祝谢祝福，伫圣经新约话内底，即个祝谢，就亲像主耶稣8饼5块饼2尾鱼甲掰开。圣经咧讲的这个祝谢有两个意思。当主耶稣摕到这个5块饼2尾鱼时，伊口里喃喃自语，念啥无人听到。祝谢的意思就是针对这个无路用的物件，针对这个世俗的物件，针对这个物质的物件，伊甲伊讲好话。祝谢的意思是安尼啦，会有落个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将稳定的话，将放伫这个内底。祝谢有两个意思，就是讲好听的话，讲好格调的话，讲祝福的话。祝谢第二个意思就是将稳定的话，上帝要互我的祝福，我就将这个祝福放伫这句话，然后这句话就传出去。所以将稳定这个字叫做 au charisma。charisma 的意思伫圣经中间，伊咧讲就是文书。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邀请兄弟姊妹。恁用这段圣经开始为着你言语的能力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互你的嘴有官兵，会当引带人回家，会当引带人看到伊家己的问题，会当帮助人伫上帝的话中间，通看到家己生命的盲点。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句话中间，我解说这句话搁一摆来提醒咱。用这句话来做咱的祈祷，也我赏赐我教世人的旨，互我知影怎样用言语来帮助两者的人。亲爱的姊妹，你敢捌换手伫你家己的喙唇祈祷？你敢捌甲上帝透过言语的能力？有一摆有一个牧师，伊甲我讲要常常画十字架，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我若上讲台要讲道之前，我有一个习惯。我会为着我的嘴来做祝福，我祝福我家己，我提醒我家己。我知影牧师所讲的讲道讲出，亲像水泼出去，感谢呢。但牧师常常为我做祈祷，伊知影讲，伫即个云端的录影，牧师所讲出来的话，伫逐所各代，人会知影即间教会是什么种圣经的教会。我若有口误，但牧师伫礼拜了后，拢会甲我提醒讲，你伫今仔中间所讲的某一句话，比如讲，我有当时常常口误，已经几啊摆啊。就是我甲恁讲诗篇90篇大笔的诗，其实迄是诗篇是大笔，统称是大笔的诗，但是90篇是摩西的祈祷。所以阮拢是一对圣经有真识，但牧师会提醒我，我会提醒因。兄弟姊妹，咱伫上帝的面前，咱甲上帝讨，祝福我真做一个有语言的能力的人。迄个语言的能力，毋是干那会晓讲足好听的话，毋是，就是讲我讲的话，特别是伫我的子孙，我所讲出来的话，会互我的子孙受祝福。我所讲出来的话，会当造就人。今仔圣经以赛亚讲，耶和华我的上帝，伊将迄个话放伫我的喙唇。伊讲受教示的人，受教示的喙齿，
受教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门徒的心，最耶稣基督、最上帝圣性的门徒。意思就是，我愿意先领受上帝的话的教示，我才有能力通用上帝的话来扶持，来给人解惑，来给人鼓励，来给人帮助。亲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今日牧师读这段圣经，是我对心内对咱大家的祝福。我做查经班有真深的感触，伫这个网络顶悬有真侪较无上帝的话，但是我伫这堂教会做查经，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歹势，我毋是讲两三个人甲我做查经啊，我感觉无啥物种的成就感，毋是。咱的教会长期以来要参加祈祷会、甲参加查经班的人，拢毋是真多数的人。但是伫无意中，这个云端的工作中间，互我有看到一阵非常渴慕上帝话的人。所以，弟姊妹，请你毋通为着甲牧师捧场来参加云端的查经班。但是，如果你若感觉上帝话对你来讲有价值，无论你去参加到一个云端的课程，你参加什么种，甚至你家己单独的灵修查经，上帝拢安尼欢喜。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通过上帝的话。个另外一段新约的经文，伊讲了足水。伊讲我传讲，我解说，我讲这个故事，我真爱讲这个故事。我传耶稣基督用各种智慧、甲苦劝、苦口婆心来苦劝人，有一个目的，就是互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成做一个成熟完全的人。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安尼。伊讲因带人来到耶稣基督的内面，踮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成做一个完全的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来完全。别为字的圣经讲了较清楚。和合本的圣经讲，将一个人带领完完全全来到上帝的面前，意思就是将人家来带来到上帝的面前，完完全全带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你最近读和合本嘛，唔是迄个意思。但是因为咱读圣经有当时无经过思考，咱真紧读过了后，迄个字面会互咱误会讲啊，我只要甲人带来教会，安都有交代啊。将人完完全全带到上帝的面前，迄是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但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带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伊的生命得到成熟。完全这个字伫圣经的意思，就是成长、长大成人，有成熟的活命的发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摆读圣经。所以，哥罗西圣经的第1章第28节的第2句，伊讲：好将每一个人献给上帝。我将这间教会作为大汉的，无论中级，无论囡仔，因伫这个教会得到完全的养持，伊对真理有真正的认识。主啊，将这个教会献做活祭，因为来到这的人，因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成做成熟的人。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咱做伙组织，就是一个成圣、成熟。我阁讲一摆，咱做伙生活的目的，是为着2个理由：成圣，成做圣洁分别最圣的基督徒；第二，成做成熟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因为教会有一寡话是不能不说。所以，记载伫圣经的起头《使徒行传》第4章19节，我感谢咱的教会是一个永温牧师照伊的感动来讲道。有的教会无拄是安尼，伊会甲牧师讲：你的这个主题莫讲，迄个代志你莫讲。听这，牧师若是听人，无听圣经，恁感觉安那？恁当然知影。一起头，约翰甲彼得，就是拄着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甲伊讲法规安尼讲，法利赛人甲伊讲摩西五经安尼讲。
但是耶稣甲伊讲，摩西五经的意思毋是安尼，是听啥上帝，也是听专家的较重要。吼，所以伫迄个中间，你讲是要听啥物人的较对？彼得甲约翰应该讲，听上帝的才是合理。合理这个字，合理这个字叫做真理啦。伫开奥斯，吼，上帝的话，真做咱彼此的标准的理由。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保罗甲彼得甲伊讲，恁家己想，安怎较好势？恁家己斟酌想。彼得甲因讲，我所听，我所看，上帝所甲我讲，有诶代志，我袂当无讲，但是我爱细致讲。有诶代志，我袂使无做，因为我若无做，就毋是耶稣基督诶门徒。所以，兄弟姊妹，我毋是甲恁讨即个权柄，我去到啥物所在，我拢毋是咧甲你讲甲人冤家诶话。但是我要甲恁讲，恁嘛有即个责任。所以基督徒若对毋对诶代志点点，其实就是对迄个对诶代志否定。你敢听有迄个意思？若是一件无好势的代志的时阵，咱做基督徒，咱保持沉默，就亲像证人讲，甲耶稣钉互死，甲钉十字架。彼得倒手洗洗讲，迄是恁兜的代志，甲我无关系。也这不能不说，基督徒伫一个对甲毋对、弯巧背逆的时代，有一种讲实在话。但是会记得用爱心，对不对？所以啊，这咱的做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2年前应该有啊，牧师邀请中职读一本册，我嘛毋知有几个中职有读好了。迄本册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毋是唱一条歌，迄条当我们同在一起唱这条歌。迄本册伊的副题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咱教会做伙生活，除了做礼拜以外，还有爱餐，还有足侪活动，毋是简单的代志。因为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主张。每一个人嘛，拢有自家己的期望值，对无？会爽甲袂爽，迄拢毋免人教。我若袂爽，我看你就袂爽；我若会爽，你做啥，我拢感觉合理。所以，兄弟姊妹，有许多事情是我们要学习的，好唔好？为着咱的教会会当久久长长，为着咱的教会将来会当荣耀上帝。愿天父上帝祝福，因为这间教会是上帝心所听的教会。这间教会嘛是我甲陈牧师，阮心内真感谢上帝的教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集甲牧师同款。咱的中集是一个，我感觉上帝甲放伫咱的教会。是一个会解决问题的中心，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面对问题时，今仔日的金句，伊讲敬畏耶和华的话的人要受到祝福。恁倒去读这段金句，这段金句有2节的圣经，一节的圣经是伫申命记，一节的圣经是记载伫以赛亚。以赛亚66章是以赛亚这本册最后的一本一卷一章。以赛亚66章就结束啊，就是亲像圣经有66卷。66章的最后的话，伊第2节安尼讲，伊讲因为我的话来袅袅带，因为我的话来袅袅带，战战兢兢是和合本的翻译。亲爱兄弟姊妹，咱若要做基督徒，爱做真的基督徒，爱伫上帝的面前知影通惊，知影通敬畏。因为当咱敬畏耶和华的话，咱就受祝福。
这是今仔日牧师读这段的话，毋是因为情绪艰苦咧甲恁讲的话，毋是。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是真做一个神掌权的教会，是互上帝的话说了算数的教会，好不好？所以弟姊妹，愿咱伫这间教会内底，咱真做一个认真读圣经，佮读有圣经，读佮有明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伫上帝的话中间，咱要得到祝福。申命记第28章第2节，今仔日的金句，伊讲：你若听，耶和华上帝的话，就要将这祝福赏赐予你。今仔日的礼拜，牧师无要讲这个标准答案。伫即句话中间，伊讲将这的祝福到底是甚么种的祝福？伫咱的查经班中间，上礼拜有一个主题，读到诗篇讲。圣殿的美福，我唔知恁会记得诗篇内底有一句话，伊讲我进入耶和华的圣殿，我咧思考讲伫上帝的圣殿有甚物种的祝福。伫迄个查经班中间有讲到几项，牧师解说圣经，用圣经新约甲旧约的中间咧讲起。兄弟姊妹，恁来教会做礼拜，恁有感觉即个做礼拜对你有帮助吗？我还记得我初来间得上教会时阵，中就有当时会紧张，因为新来的团队若看到这老会友做礼拜，拢足到进前才到，安尼足歹势。恁听有迄个意思无？姗姗来迟啊！所以中就有当时有即个祈祷，其实毋是甲得上教会，真侪教会会中就拢会为着中会友做礼拜迟到无准时。为着外来讲员伫伊的面前无民主，所以伊拢上帝求你的圣神紧做工催逼，迄个也未来到礼拜堂的兄弟姊妹因的脚步。我都甲中就参详讲，咱莫安尼祈祷啦，你著祈祷讲，互伊无来，伊对胸坎家己感觉讲，今仔日我无去做礼拜，我减食着一顿青草啊！要爱来做礼拜，爱欢欢喜享受，敢毋是？是讲着爱个，互人安尼嘴安尼口渴，着安尼个催圣神催逼你的心。我讲莫来，无爱来就莫来。所以对于阵教咱的教会虽然还阁足少人，但是咱发动一个祈祷，叫做享受做礼拜，享受祈祷会，享受查经班。也个人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咱的教会伫1994年了后，咱的教会的查经的迄个祈祷会，忽然对个位数跳到20个人，一直保持20年。要到疫情之前，咱的教会平均的祈祷会，咱的教会人数虽然无济，但是伫祈祷会会当有20个人。一个若享受着祈祷会的快乐，一个人若担着福音的滋味，伊才会当知影。福音是什么？亲爱的姊妹，愿上帝圣神将伊话语的宝贝甘甜赏赐予咱。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上帝祝福伫恁的心。今天的第2句讲，耶和华所讲，总是我看过遐个谦卑心内痛悔，因为我的话来袅袅喘。好本就是中文的圣经翻译做。战战兢兢，伫我的话面前战战兢兢的人，兄弟姊妹，无论这个世代安怎否定圣经，有真侪非基督徒伊不晓得圣经的可贵。但是愿上帝你通过你去帮助因，互咱先享受着上帝的话，伊的价值。你的囡仔就享受着上帝的话的价值。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拄则伫即个以赛亚第50章的中间，会通有2个祈祷甲反省。伫即段话的中间，第一，我听到什么？上帝将受教士的旨，上帝将伊的话教示我听到，然后我用伊的话讲出来造就人。这就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做伙想的，就是咱用什么种的态度来看圣经、查经、灵修，甚至听讲道。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有4项代志，
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伊讲：主啊，赏赐我谦卑个受教的心。有一条诗歌对无？求主赏赐我谦卑受教的心。更多的祷告，更深的祷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成做一个会晓祈祷的人，一个会晓为着家己享受上帝、领受上帝的话来明白上帝的教示的人。伊需要先有甲上帝讲：上帝，我需要你的教示。谦卑的心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改变的第一基础线。所以今仔圣经足水。伫以赛亚50章的第4节的后半句 ，A 甲 B， 恁若看到牧师因圣经有写 A 甲 B 的时阵 ，B 就是第2句 ，A 就是第1句。后半句伊安尼讲，伊讲逐早起，上帝的圣神甲我叫醒起来，对我的耳孔，叫醒我的耳孔，赏赐我听会清楚，互我愿意听。上帝将迄个愿意听的灵放在我的心中。一个人若无愿意听，永远听无上帝伊家己的话。所听的姊妹，咱心内一定爱先有愿意的心，咱才有法度明白圣经真正的真理。求天父上帝将这个愿意的灵、乐意的灵、愿意听主逐早起，好不好？亲爱的姊妹，每一届恁来逐日学习一个，过一届演讲伫喜乐保养一个讲师，伊看我做董事长，伊甲我讲，讲，我咧，伊就问一个问题，伊讲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大家拢点点，我过来甲我问讲，董事长，你一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伊讲我是祷告，盖上标准答案，伊做幽默，伊笑咧，点点。也讲每一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我就是睁开眼睛了。兄弟姊妹，透早起来甲上帝讲：上帝早安。透早起来甲上帝讲：上帝，今仔日第一句话我讲互你听，今仔日我听到的第一句话你讲互我听。兄弟，这就是祈祷啦，敢袂足深？兄弟姊妹，愿恁甲上帝有一种足亲密的生命的关系。上帝伫你还未醒起来之前，伫梦中，伊的圣神就甲你感动。上帝伫梦中，互你有梦，有异象，有异梦。上帝的圣神伫你的梦中开始甲你讲话，伊要叫你醒的时阵，伊讲：起来，亲爱的，伊伫咱的耳孔，将一个愿意听，将迄个意愿放伫咱的心。愿上帝的圣神祝福亲爱的姊妹，一个愿意领受的人，伊就得着。牵一只马到溪边，伊若唔啉，你无才调叫伊啉。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愿意的心，咱甲主祷讲，主求你帮助我享受做礼拜，主求你帮助我享受读圣经，主求你帮助我享受伫祈祷的时。甲主你有亲密的关系，求天父上帝帮助。佮另外一本的翻译，这是天主教圣经的翻译啦。伊讲每天清晨，他叫醒我，将渴慕的心，愿意听，渴慕听什么？听伊的教示。所听的姊妹，愿上帝所听的教会所翻译无共款的圣经的讲法，拢有共一个心意。祝福咱大家兄弟姊妹，时间的缘故，互我跳过吼。那我最后用一个结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经文的中间，咱知影咱的教会，甲咱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停留在原地，唔通做一个袂当大人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一，愿上帝祝福咱大家伫今仔日的礼拜，因为上帝的话。恁的人生得到祝福，这就是圣殿的美福啦。圣殿的美福的意思就是讲，坦然无惊吓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宝座前，领受伊及时的、及时的怜悯甲帮助。因为
耶和华有怜悯，伊无快快受气。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天父上帝感动咱知影讲，其实伊的话毋是干那一个理论，伊的话本身就是能力甲祝福。第二，兄弟姊妹，咱彼此学习，咱的教会得到圣神的迄一天开始。第二个礼拜牧师有伫讲道中间讲一句话，我甲迄个时阵兄弟姊妹讲，对今仔日开始，我毋是恁的牧师拿定，其实我甲恁共款拢是兄弟姊妹。我搁甲讲一届，1994年4月24号，咱的教会领受圣神。隔天的礼拜日，牧师的讲道的题目叫做“神掌权的教会”，上帝掌管的教会。伫个讲道的结束的进程，牧师讲一句话：上帝，我将这个教会管理的权柄交予你。我甲这群兄弟姊妹做伙，对今仔日开始，我甲因毋是干那牧师甲会友的关系，我甲恁的关系是亲人，是兄弟姊妹的关系。咱有一个共款的目标，就是做伙学习，兄弟姊妹，咱做伙学习。愿咱伫这个家庭的中间，上帝拢赏赐咱愿意听、愿意听，有温柔谦卑的心。咱伫主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安尼引导咱。第三项，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爱常常为着你的嘴换手祈祷。主啊，求你互我的言语有能力，会通影响我的囡仔。有一寡兄弟伊甲我讲，牧师，我的囡仔足歹讲，我拢讲袂听。我甲伊分享一句一个牧师，另外一个牧师甲伊的会友祈祷的话。伊讲，当你的囡仔若无爱听，你就去讲互上帝听。你敢听迄个意思？迄个美角，你敢听意思？当你的囡仔听咱的话听袂落的时阵，你就甲上帝讲：主啊，我的囡仔，我讲袂听。主啊，求你亲自讲互伊听。亲爱的姊妹，咱的上帝是一个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是真正的上帝，是真个话，伊是圣洁的，伊是至邪的。所以咱就是伊的囝子，所以咱来讲好话，咱的话嘛有权柄。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最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恁明白这样代志。牧师讲这个故事啰里啰嗦，毋是。牧师讲这个故事是甲恁表达，牧师需要恁的带导，咱的教会需要恁的带导。因为这个工作毋是牧师讨来，我知影我袂使甲上帝乌白讨。我若每一届认真甲伊讨，迄样代志拢爱付代价。我袂使甲你，毋是讲袂使啦，会使。等到时机较成熟，我才甲你讲，我甲上帝讨啥。但是甲上帝讨的时阵，迄个是物件有荣耀，也要付代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请兄弟咱为着咱的教会祈祷。有真侪人，咱的教会做这个工作，牧师的决定就是让人不用奉献，能够白白的听到讲道。恁同意吗？阮有真侪人，伊毋免伫即个教会，伊嘛毋免有即间教会奉献。阮真侪腰喙大的人，因会通白白的听到上帝的话语。兄弟姊妹，你若感觉即种的工作是重要，陪伴牧师祈祷，为教会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甲咱的教会，你若坐伫礼拜堂，你常常举手。宣告，主阮的教会若要食做云端的教会，主求你将更较侪稳定的话放伫牧师的嘴，放伫牧师的心，互这个教会是一个说好话、祝福人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上帝对阮极大的疼，无论是伫阮的欠缺。伫阮的软弱，伫阮的孤单，甚至伫阮彼此拄着艰难的时刻，
主，你的性情、你的真理的话，伫阮的中间运行做工。主，你的萝卜搁一摆将你的教会交向你的手，因为这间教会本地就是属于你的教会。你有你的计划，你有你的心意，你也有你的圣神，甲你的业力。至圣的上帝，你家己的教会，你家己摕倒去教；你家己的教会，你家己摕倒去造就。主，愿你搁一摆找见这间教会，亲像今仔日阮的姊妹所吟的诗歌，差遣我，将恶梦带予绝望的人。主，大大使用这间世间的教会，小而美，虽然小，但是却充满了美丽。求天父上帝，阮的教会是一个有活水、圣神同在的教会。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用圣诗466首来引导上帝听。上帝所赐万名的话，请咱起立，用全首。
请坐，请咱准备方言。这请坐，平安的请曾牧师。咱用这个诗歌来互相请安。愿咱伫教会实体礼拜，甲伫云端顶悬做礼拜兄弟姊妹，咱伫主耶稣的听内底来互相结连，咱伫主耶稣的听内底来互相结连。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今日的面光光，我耶稣听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主耶稣，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用这条诗歌做阮的祈祷。求你用听来结连，愿成做你肢体的力量，因为你是头，愿是你的肢体。愿你的教会伫你的听，甲你的作为内底受保守。至诚的听，天父至诚的主耶稣，
你有甲阮讲，着疼上帝，去疼人亲像家己。主，你将即个疼的界面放伫你的教会，互阮得时不得时，顺事不顺事。主，即个疼拢成做一个真要紧的态度。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今仔日即个请安礼的事。主耶稣基督，恳求你用疼来医治人中间有无完全的所在，恳求你用你的疼来透放人心中做，互黑暗关系所摇动无适当的。求天父上帝，你甲阮医治，甲阮消除，也甲阮保守。主，求你用这个疼来保守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是伫疼的中间得到完全的教会。愿恳求天父上帝保守，也想事、孤单、苦楚、软弱，甚至到无能力通去教会的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主啊，愿你的圣心就进入伫因的内底，互因无论伫甚物所在，主耶稣基督的疼，互因知影因无孤单。主听阮的祈祷，因为这是阮每一礼拜对你所领受最大福分，就是认捌主耶稣基督。愿咱的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下面咱来为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吼。咱来邀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咱互相来，咱来给祝福。酋长生日快乐！啊，进来一下，嘿，生日快乐！你留一个位互伊。哎，刚刚生日的我们的弟兄哈，要说点，你要家己用哦。来，过来这边，你较头前一点嘛，不要紧。来，咱做伙来，咱做来做。耶稣爱你。来祷告哈，牧师给你祷告哈。好，感谢主哈。主耶稣，你着宝贝囝子，主伊带着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喜乐充满伫伊的生日中间。主耶稣，阮感谢阿罗你，你的疼运行伫伊一生。主，阮将阮的兄弟交伫你的手，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帮咱，互你的查某囝。伫做你的稳定的中间，所以互伊，你的油就亲像你的疼，你的权能开咱活命，虽然伫你的查某囝的身上，所以阮为着穹苍来恳求你，祝你享受伊永存的身心灵，祝你互伊的服侍，祝你互伊甲你的关系越来越甘甜，伫新的生日中间，你用油抹伫伊的头壳，所以阮为着真难兄来恳求祝你保守。也用你稳定的油来填满伊生命的杯，互伊搁较深来担助你稳定的滋味，祝互伊一生一世来享受在生的年日，哪来哪甘甜。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将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主啊，你是阮福气的源头。主，阮的圣人大笔伫伊的诗的内底讲，我要进入上帝的圣殿来仰望耶和华的荣耀。我要试看伊稳定的滋味，我要知影耶和华圣殿的福分。愿你甲阮三个弟弟，互阮一生一世，特别伫这生日的兄弟姊妹，因伫新的一年，伫每一天，天天与主同行，我们天天享受神的恩典。主啊，你讲你的稳定教给阮用，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啊！耶稣爱你，生日快乐哈！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咱有一个真特别的姊妹吼，又带伊两个孙仔来伫咱中间，然后从来参囡仔，伊的囡仔吼，主日学吼，咱给拍波欢迎好不好？吼，咱真欢喜，爱住伫田头村吼，真难得。我拄拄有看到伊带两个儿子吼，可以上主日学，今仔日来甲咱做礼拜。耶稣爱你，哈，耶稣爱你，哈。
好，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报告。即摆由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3 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礼拜六有2个时段，第一个是下早是9点线上，暗时7点半线上。圣港服侍诗会后礼拜要请坊间执事，领诗请青少曲，抒琴请陈美秀执事，书宪甲交代要请张世昌执事甲胡素基执事，爱餐要请张真莲姐妹。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出的顺序，逐工来读圣经。集体交通第一公告：4月7日，德堂教会小会甲中级会议决，接纳钟宏仁执事请辞主堂教会执事职，以长执会书记一职，请冯坚执事接任长执会书记。第二，咱所敬听的张姓执事娘，就是谢昌执事的妈妈，伫4月10号清晨安息主怀。主日爱餐后，甲礼拜5暗时8点有家庭礼拜。个别式咱定伫后礼拜六，就是4月20号早起时10点半，要伫谢昌执事的厝来举行，请大家同心祈祷，求主来安慰家属。第三，咱查经聚会有2个主题。第一是意见省的灵修，这个是伫拜六的早起时9点。第二，对圣经来学习幸福的态度甲奥妙，这个是伫拜六暗时7点半。欢迎大家做伙来读圣经，请咱继续为这个生日来祝福祈祷。红的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问题请会计来更正。内底的事项，第一，请咱继续为身心欠安、庄严、展达、庄仁记、黄宏仁、陈述，以及为咱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请咱继续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第三，请咱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四，请咱继续为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林教会、积极教会、德克达雅教会来祈祷。接续咱来吟上营。我甲咱报告一项代志，是即礼拜3过来，即礼拜就是总会的通常年会的时间。咱每一年的通常年会拢有国外的教会代表会来参加咱台湾的咱的总会。即中间有安排拜3的下晡4点半，要伫咱教会要甲咱参访咱的教会吼。所以现在若时间特别中集，咱时间来拄好的人，请咱就出席做交代吼。因要伫咱中间教会差不多1点半钟的时间，请咱若会当参加的人，咱拜过出来做接待安尼吼。第二项就是即礼拜因为即个张成执事娘的告别式，所以拜六的透早的查经班咱暂停吼。拜六的透早的查经班咱暂停，因为迄个在是阿嬷的追思礼拜，第去世的喜乐阿嬷9周年，所以礼拜了接了10点半是咱的张成执事娘的告别礼拜吼。咱现在来当参加的人，咱大概9点迄个咱家己对教会。牧师要直接对喜乐去啦，恁来当，恁有需要来，恁若要来教会坐车的人吼，迄个黄娟执事会当开，所以咱请咱若要对教会出发的人，9点45对遮出，对遮集合，9点45对遮集合。做个别式是10点半，做个别式10点半，请咱为着世昌执事因全家祈祷吼。
请咱做伙来吟上吟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别得避讳。